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醫療事故，明愛醫院設盲腸變，設輸卵管，女病人術後5日始揭發醫院致歉，8週內提交報告。明愛醫院近日爆出醫療事故，一名48歲女病人因腹痛入院，6月18日接受腹腔鏡微創闌尾，俗稱盲腸切除手術期間，醫生竟誤將病人的輸卵管切除，事隔多日方揭發事件。院方6月26日已完成補救手術，向病人及家屬致歉，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，承諾8星期內提交詳細調查報告。手術期間滲血、囊腫撕裂埋下伏線。涉事女病人於6月17日因腹痛入住明愛醫院，翌日進行電腦掃描。檢查顯示患有早期闌尾炎、輕微結腸炎，右側輸卵管旁亦有細小囊腫。當晚，病人安排緊急微創闌尾切除手術，由一名正接受進階外科專科訓練的醫生主刀。手術期間，手術位置出現滲血，輸卵管旁的囊腫亦撕裂。主刀醫生隨即向當值副顧問醫生求助，經與瑪嘉烈醫院婦產科醫生商討後，認為成功止血，無需切除囊腫。手術結束後，病人情況一度穩定，切除組織送交病理部化驗。5日後揭穿誤切輸卵管闌尾仍在。豈料6月23日，病人出現低燒、腹痛加劇，再次電腦掃描發現闌尾仍然存在。2日後，病理報告證實早前切除的組織竟是輸卵管而非闌尾。院方隨即向病人及家屬交代真相並道歉，翌日安排補救手術，成功切除發炎闌尾，病人現正留院觀察，情況穩定。而組織沾連致誤判，醫院成立委員會。明愛醫院初步調查指出，事發可能與手術部位組織出現沾連有關，導致醫生誤將輸卵管認作闌尾。院方強調，已要求外科部門全面檢視腹腔鏡手術安排，包括人手調配、工作分配及督導機制，並會加強醫護培訓，確保手術安全。同時，醫院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，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報告事件，並成立由港島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、質素及安全何婉霞擔任主席的根源分析委員會。預計8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及改善建議。醫療失誤引關注網民憂前線訓練不足。事件曝光後，網上輿論熱議，不少市民質疑前線醫護訓練不足，亦有人擔心醫療制度監察漏洞。有病人組織呼籲醫管局嚴肅跟進，避免類似事故重演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